好，我们不管如何，我们华语礼拜还是要准时开始。好，我们在1分钟，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虽然我们疫情有严峻，但是呢，在座的各位都是非常有信心。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我们第一首歌，在你宝座前。拍手。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夫妇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我们一起来唱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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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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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可以跟后面的弟兄姐妹挥挥手，说你很棒，上帝祝福你。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夫妇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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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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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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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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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拍手，将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主，你为我们行了大事。主，你铺张云彩当遮盖，你在夜间使火光照。主，我们这一生都要欢呼来诉说你的作为。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神的作为，因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
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保住。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主，我们依靠你，我们就能施展大能。主，我们来到你的圣殿面前，求你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们来到你宝座，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
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求你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让你的爱找到了我们，让我们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也将我们今天的聚会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我们现在进行奉献，我们请当值的同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满心感谢赞美你，使我可以成为你上帝蒙恩的儿女，天天在主里面享受着眷顾与保守。无论我在哪里做什么，你都与我同在。我要时常亲近你，等候你，我的心也要全然向你。我们现在也要用主教导的我们的主祷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们可以翻开周报。我们一样持续为教会弟兄姐妹需要代祷的，有肢体以及复健等等的，请我们持续为他们代祷。我们来看一下教会消息。第一点，4月15号礼拜五晚上7点半，台北中区教会于大稻埕举办耶稣受难联合礼拜。那如果想要去参加的，要配合10连制，那请到1楼先报名登记。第二点，4月16号下午4点召开小会，那请小会员留意。第三点，下礼拜主日4月17号为复活节赞美礼拜，那举行圣礼典。那当天的话是合堂礼拜，所以要记得就是没有2堂，请来参加1堂。那请预受洗及坚信礼的弟兄姐妹向牧师报名，那也请预备心与主同坐席。第4点，新的一季的4到6月的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放在招待桌，请自由索取。第5点，4月19号到4月21号是第67届总会通常年例会的举办，那在台南的长隆女中召开，那由一节牧师以及代议长老郑美姐代表参加。第6点，110年的年度奉献证明已放在月献柜或公布栏，那请自行拿取。
那团契消息、教诫消息以及奉献明细，我们请自己看。那有错的，请到1楼修正。那圣经今天的经文呢，记载在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那我来念，大家来看。12章第1节，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事后，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1斤极贵的真拿达香油，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位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银子，筹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留的，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圣经读到这里，讲到今天知梅牧师要讲到的经文是伯大尼的香膏。10号好，谢谢。今天是棕树枝主日，其实我们礼拜堂，如果大家眼尖的话，就会发现我们这2盆前面这2盆花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那个后面那个棕树枝，那为什么叫棕树枝主日呢？因为在当时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就2旁的民众就夹道拿着棕树枝，在那挥啊挥啊，然后喊和撒那和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样子。但就在众人情绪高涨，欢迎耶稣进耶路撒冷，要拱耶稣做王的这个时候，只有耶稣他自己心里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事。这是他在道成肉身的最后1周。这个棕树枝主日呢，过了就是棕树枝主日是受难的开始，是耶稣要面对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所以从以教会节期来看，今天棕树枝主日就是今天开始就进入了受难周。以约翰福音的观点来看，进入受难周之前，有人因为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设宴款待耶稣。因为死里复活是一个多么让人讶异的事，就好像我们知道潘杰之前那个翻车，结果毫发无伤。然后呢，过没几天，吴哥就五郎长老也不是翻车，就是被车撞了，翻了两圈，然后也毫发无伤。就像这样子的神迹，是一件让大家值得庆贺。然后好，就有人开始设宴款待耶稣，请耶稣吃饭。吃饭本身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只不过在当时，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让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怎么样，产生了对耶稣的杀机。他们想要，因为他们其实看耶稣不顺眼已经很久了，那这件事情又更让他们一个导火线，让他们开始图谋，很积极、很具体的要来计划如何要杀害耶稣。因此，今天这段经文，这个饭局其实呢，夹杂着在整个大环境是非常紧张不安的。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第1节到第3节，这里说，逾越节的前6天，耶稣来到伯大尼，有人在那里替耶稣预备宴席。这个时候，大家在吃饭的时候，玛利亚呢就带着极贵重、纯度很高，而且分量也不少的香膏来抹耶稣的脚。这种高纯度的香膏，其实它的价值不菲，大约是当时的工人整整一年的工资。哦，玛利亚竟然就这样子拿去抹耶稣的脚，一次性的就抹耶稣的脚。他不是说我今天的抹一点，然后剩下的我还可以带回家继续留着用，这样没有，他就是一次性的用完了。
这就好像我们用1整年的薪水去买了，我们现在叫做精油嘛，很多那种芳香精油啊，什么各种精油，那种很好的精油，用1年的薪水哦。你1年的薪水有多少？就用1年的薪水去买了1罐精油，然后一次性的抹在，我们想说用在别人身上可能会觉得不那个，就算用在自己的脚上，我想现在应该也不会有人这样做。好，所以呢，坦白讲，就算是拿自己的钱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都会觉得浪费。好，当然了，若是为了耶稣，就好像我们之前看到很多教会在建堂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建堂的一些见证。在建堂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就奉献自己的土地，有一些在偏乡的一些建堂，他们自己有土地，说这个我奉献出去，教会就建在我的这一块地上，这样子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建堂的过程。好，在建堂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听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愿意为主奉献土地，奉献大笔的金钱，这是有的。但是抹脚啊，买香膏去抹脚这件事情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跟建堂实在是真的没办法比了哈。因此，不止犹大觉得浪费啊，其实当场在座的那一些人，除了耶稣以外，都觉得似乎也都默认犹大的观点，就觉得拿1年的工资，我们现在这样想好了，我们拿教会1年的经常费400多万，一次性的用在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可能没有人会同意这件事情。好，不论在小会、长执会、会员合会，可能都没有人会同意这件事情。好，这样子孤注一掷的只用在一个用餐的场合，实在说不过去。所以犹大的反应其实很正常。耶稣其实也没有指责他的不是，只是提醒他什么呢？就是这香膏在今天的第7节，耶稣说由他吧，因为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说这句话，其实我们现在的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过几天耶稣他就要死了，所以这个香膏是为他死、为他的埋葬做预备的。但是在场的那些人根本不知道啊，甚至连玛利亚自己都不晓得耶稣到底你这个是在讲什么事，哪一回事？好，没有人了解。虽然耶稣没有指责犹大，但是约翰福音对犹大的反应做了补充说明，在第6节说他是个贼，常取钱袋中所存的。好，他说犹大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啊，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这个钱囊其实我们就是说一般的公款啊，它可能是财物同工这样子。好，目前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会认定犹大就是个盗用公款的人，监守自盗。但是目前大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我们不能完全照字面的意思去判断犹大就是盗用公款的人，因为没有明确的证据。没有证据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说无罪推定，你要说我有罪，你要拿出证据，才能指证我的罪。我不能只是说，好像猜想，用猜想的，用逻辑推理的，这些都不行。你要拿出证据。好，所以目前很多的圣经学者就觉得说，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犹大有挪用公款，所以呢，那这句经文的诠释可以怎么样？可以指向什么呢？就是犹大他可能常常因为财务上的运用，跟耶稣还有其他门徒之间产生意见不同的摩擦，导致他们之间的关系常常因着这样充满了紧张感，甚至于让耶稣的荣光无法彰显，让耶稣的荣耀无法彰显。就像在伯大尼这个晚餐，玛利亚为耶稣抹香膏的这件事情。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犹大用钱，他对于用钱有他的原则性，好，有他的一套理念。什么钱值得花，什么钱不值得花，他相当的清楚，他很有他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却常常破坏彼此的关系，常常窃取耶稣的荣耀。
但耶稣既然愿意把犹大留在身边，继续服侍他，把管理财务这么重责大任交给他，一定有耶稣的理由。当然，很显而易见的是，犹大对于财务管理可能他有他的一套。那另外还有呢，就是耶稣始终乐于给人有悔改，好有重生的机会。这样，很可惜，犹大这位蒙恩的罪人，他并没有把握这个重生的机会。一边是耶稣所倚重的财务同工犹大，一边是耶稣所爱的玛利亚，一边是坚持自己有自己的原则的犹大，一边就是仅凭着对耶稣的爱的回应的玛利亚。耶稣相当明白犹大的想法跟动机，他也明白玛利亚的服事，而且只有耶稣自己知道玛利亚所做的到底是什么，是在为自己的死做预备。所以对于他们的服事，不论是犹大还是玛利亚，对于他们的服事，耶稣给他们充分的自由，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做，即使他们彼此之间可能不太认同彼此的做法。前2个主日，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牧师有谈到，进入21世纪之后，有许多的教会青年、长老教会，很多的青年就流失了，导致教会在发展上产生极大的断层。而且我们暂且不谈教会在宣教的策略上的得失啦，哈。进入21世纪到现在，其实已经21年过去了。今年2022年4月份，整个大环境其实有非常明显的改变。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少子化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然后还有补习文化。补习文化让很多孩子也渐渐那个时间被压缩嘛，就渐渐的不来教会。一遇到考试就要补习，就不来教会了。好，少子化就已经孩子就少来教会，然后又再加补习文化，再来还有什么？还有因素影响呢？就是夫妻拥有相同信仰的这样子的比例也下降。所以孩子呢，他很有理由会因为着爸爸或者因为妈妈，有理由就不去教会这样子。好，那然后在之前还有提到的离婚率也升高，种种的因素，这也是社会人口的改变、家庭结构的改变，导致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不只是我们建成教会，我们建成教会还算比较好了。整个长老教会在哪一个阶段的人流失最大？就是30岁到50岁这个阶段的人。我们稍微细数一下，30到50岁这个阶段的人，其实有些教会是完全没有这个阶段的人，因为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他们才大概是10岁左右，要进入青少年的时期。然后因为环境一直不断的改变，让他们在信仰上，在教会的生活变得也非常的动荡，非常的不稳定。他们长期缺乏稳定的知识系统的情况下，各方面又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环境下的人，我们教会可以提供给他们什么资源？很多教会其实在进入21世纪，并没有适时的调整自己，并没有成为刚才牧师所说的这一群人的一个支持跟后盾。然后呢，教会内就开始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出来，肢体之间不断的就像犹大这样子，只知道用自己的立场去检讨别人，只会不断的用自己的观点对他人提出疑问，就像犹大对玛利亚的斥责。我们可以想到，为什么我们长老教会会失落了这个30到50岁这一段的人？为什么？我们可以看看在座的，你们都很幸运，你们有家族的支持、家庭的支持，但是有几个，我们有相当少数，感谢主，佑豪、凯华，你们是属于没有家族背景支持的。所谓的家族背景，它是信仰基督，同样基督信仰家庭的支持。当
当一群这样子家庭本身，他的家庭就不是很稳固，甚至于他们的信仰也不是很稳固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支持，当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又面对了一个不接纳他们、不支持他们的教会，那他们还有什么好留恋的？当然就走，就离开啊。他们当然就是离开，就是选择离开。因为他们没有整个很后面，像我们这么幸运有一个靠山，能够还继续留着的。长老教会大批青年出走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30岁到50岁这些人呈现，我们最近有一个叫跳水式，呈现跳水式的下降，无法彼此相爱的这个贼。无法彼此相爱的这个贼，在教会当中任意窃取上帝的荣耀。建成教会也曾经经历过这样子这个阶段，但是牧师有说我们还好，还有一些人愿意留下来，不至于一个都没有。但是整个长老教会非常的凄惨，很多教会是这个阶段的是0啊。很多像牧师一样的。这样子大概这个年纪的牧师，他们说到教会，他说牧师他说志美牧师，我们教会最年轻的就是我啊。牧师是最年轻的，真的傻眼，下面全部都没有，都流失掉了。20世纪的旧方法在21世纪不见得适用了。不要说这21年来，我们光是说10年前好了，10年前可行的，10年后也不一定适用。或许10年又太长了，我们可能现在要以3年、5年为一个单位。5年前用的方法，5年后也不见得适用了。不是过去的方法不好，而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太过于快速，太快了。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被这个时代给甩尾啊。像前天牧师去搭捷运，前天去搭捷运，然后我就看到走在我前面一个人就拿着他的手机嘛，他就这样走，那我就在那边要掏皮夹，又要拿捷运拿悠游卡出来这样，然后他就走拿着手机，然后就叮叮他就进去了。我心想哇，这手机也可以，手机也有悠游卡的功能哦，啊我怎么不行？我想说哇惨了，我要被时代淘汰了。然后好回家之后，我昨天就我就问子瑜说。有这样子的哎，他说妈妈那个是 Android 系统的，我们这个 Apple 好像还没有什么签约什么之类的。然后最近我也看到了，刚好看了个报道，就是说悠游卡公司本来悠游卡当初推行的时候就1人1卡非常好用，对不对？坐车啊，或者是你买一些小东西都可以用悠游卡支付。可是呢，这个趋势悠游卡，他说悠游卡没有好好的掌握整个电子化的趋势。以至于现在有悠游卡这个卡片也算是已经是落伍了。那种电子钱包、电子支付多么的方便呐、啊！我就想，我真的是很紧张，在这个时代，一不小心我要被甩尾了这样子。所以问题是。仍然还有很多人不愿意正视这个时代变迁这么快速的问题，还一直在怀念过去的做法跟荣景，还一直坚持用过去死抓着过去的经验法则来面对现在的现况，就像犹大一样，他在坚持一个东西，但是坚持什么，其实别人真的无法理解。在世代交替新旧办法的冲突里面，许多教会就开始产生了论断。充满了敌意，充满不安，充满对立。以长老教会来讲，语言的使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很多的方法，像现在不管是主日学也好，或者各团契的教学也好，其实已经时代在进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像我们现在诗会之前，牧师在开长智会的时候，也有跟我们的执事讲说，现在要学台语，不用像以前一定要看着字母这样子学，现在都有语音档，上网去抓就有了，你就可以这样子学了。已经不一样，环境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在这个世态交替当中，
这样子的冲突在教会不断产生的时候，一个个原本应该充满馨香之气的生命，却在这个对立冲突无法沟通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死去啊！这些活泼的生命不断的死去，然后就散发出死亡般阵阵的恶臭。照理说，以玛利亚一位女性的角色，她在这个吃饭的场合披头散发的，他们的头发是犹太女性的头发是不可以露出来让男人看到的哦，所以他们都要包起来嘛，好就露个脸，露个眼睛这样。他还头发露出来，然后还去那个抹耶稣的脚，这是非常非常不妥当的，在他们的犹太社会是非常不妥当的一个举动。对他们来讲，好，对犹太社会文化来讲，所以整个饭局从一开始谈到他整个环境上的不安跟紧张，到了这个饭局在吃饭的场合，玛利亚又来了这个举动，完全不合乎礼法的举动。接着犹大就斥责他了，对不对？哎，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浪费。然后紧接着耶稣又说了：“啊，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所用的。”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吃饭的这个，在这个场合，本来是开开心心的要庆祝拉撒路死而复活，开开心心吃饭场合，突然来了一个玛利亚做这件事情，又突然犹大又讲了这些话，又突然耶稣又说了这些，哇，整个吃饭的场合简直尴尬到不行啊！整个气氛凝结到0度C 以下这样子。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时候屏住呼吸，就想：哇，这些啊，看看谁能来打破这个僵局啊！这个场面真是尴尬。就在这个时候，玛利亚她继续用她的香膏抹耶稣的脚，继续用她的头发去抹耶稣的脚。玛利亚万万没有想到，她用香膏抹耶稣的脚，竟是为了在6天以后耶稣的死做预备的。虽然她以旁人无法理解的行动来回应耶稣，但是她为主所做的、所成就的，远超过她自己的想象，当然也远超过犹大他的计算。伯大尼的香膏淋在耶稣身上，因为6天以后，耶稣要背负众人的罪而死。圣洁耶稣的肉身将因为众人的罪所散发出的恶臭，已经预先被伯大尼的香膏给遮掩。在那吃饭的场合，所有人心中的盘算，所有人心中对玛利亚那个真的是非常的厌恶到极点的那种不满，所飘出那一阵一阵如同死尸般的恶臭，也同样在那个当下被伯大尼的香膏的香气所遮盖。伯大尼的香膏遮掩了玛利亚那不合法理的举动，伯大尼的香膏也遮掩了犹大对于玛利亚的论断，伯大尼的香膏遮掩了那些宾客对于玛利亚的歧视。伯大尼的香膏遮掩了门徒在几天以后，当耶稣受难的时候，他们逃的逃，走的走的失败，也遮盖了这些门徒无法及时的为耶稣抹尸身的这样子的遗憾跟悔恨。不论我们是像犹大一样的原则主义者，紧紧抓住我们的经验法则也好，紧紧抓住各种的那个原则主义者也好，还是像玛利亚一样是个随心所至的服侍者，耶稣都乐于给我们服侍他的机会。这真的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但是问题是，照理说，不论耶稣对于犹大的回答是不是让犹大觉得满意，犹大在那个时候都应该把他放下了，由他吧，不要再，犹大就应该把这件事情放下，不要再摆在心上了。但显然犹大并没有这么做，犹大没有这样让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耶稣的回应让犹大非常的不以为然，无法释怀。这样的情绪
他这样子的固执，他这样子的执着与对立，他选择对立，他选择继续对立，就让撒旦有机可乘。当他不愿意放下的时候，他就让撒旦有机可乘。果不其然，撒旦就将出卖耶稣的意念，最后就是放在犹大的心中。弟兄姐妹，在教会的服事，我们真的难免会有意见不同、做法不同。毕竟我们各自有各自的成长背景，我们有各自的专业，我们有各自的立场跟角度。但如果我们不断容许自己陷在一个我就是坚持要这样做，然后跟别人产生对立的关系，并且还陷入一种我就是没办法跟他沟通啦的这样子的一个谎言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开始冒出如犹大般那死尸的恶臭。在这种相看两讨厌、越看越不顺眼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有人用伯大尼的香膏来遮掩这一切，是一种无条件的，是不用看人脸色的，是不求回报的，单单为了耶稣，单单为了教会好。即使是在一个连自己可能都难以理解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应该单单为了耶稣而献上我们的香膏，用我们对耶稣的爱来遮掩彼此的过错。我们的香膏准备好了吗？周济穷人是我们当尽的责任，就像犹大的提醒。然而，当我们要服侍这个世界许多心灵忧伤、痛悔的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把自己的香膏预备好，好随时去涂抹生命中的恶臭。总要先让教会，我们总要先让我们自己的教会先能有充满基督的馨香之气，而不是在一个不知情的情况下，像犹大这样窃取了上帝的荣耀。我们的主是做新事的主，是不断在创造的上帝。我们真的不需要，上帝是很创新的，他很有创意的。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一直死抓着过去的方法不放，我们也不需要一直夸耀过去的荣景，哇，过去多好多好，怎么样怎么样，不需要。因为当我们一直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让现在正在做的同工很丧志。啊，好了，你们过去都很好，那我们现在是怎样白做工哦？时代在改变，你们就是这个时代的主人，你们正在这个时代的浪头上啊。很多东西都在变，牧师也要紧跟着你们，不然很多我会被这个时代甩尾哎。子爱他们，像你们这一批有在线上教学过吗？有经历线上教学没有嘛？子爱他们、小雨他们现在都经历过啊，以后会是怎么样？谁知道？进步到我们真的是会，就是只能紧紧跟着。好，所以我们如果一直缅怀过去的荣耀跟方法的时候，真的会让目前的同工感到很泄气。然而，当我们不断在这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不断的要更新尝试新的方法的时候，我们真的也要有一个觉醒，就是我们要让同工可以有犯错的机会跟空间，因为大家都在学习，我们要一起从错误中学习，从错误中调整。牧师也是一样，因为牧师也是人，我也会有我的情绪，我也会有我的角度跟看法。然而，我也会有的时候会不小心会有错误的判断。我们都一起要在这个部分来学习。总要记得，在每一个世代，耶稣都允许我们用前所未有，甚至是超过我们能想象的方式来服侍他的教会。今天开始进入受难周，耶稣为我们这群罪人死了。他愿意为了你牺牲，也愿意为了我牺牲。耶稣愿意为了爱他的玛利亚牺牲，也愿意为了那个在信仰上始终徘徊起伏不定的犹大来牺牲。在十字架前，我们都是罪人，没有分别。我们都是罪人，时不时都会
散发出如死尸般的恶臭，但耶稣却愿意担当我们的罪，将我们的一生的恶臭、一生的罪都揽在他的身上。唯有耶稣的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也因为他的爱，让玛利亚可以不顾一切的，不只是那个价钱，还有众人的眼光，让玛利亚可以不顾一切的献上她的香膏，成就那极美的事，是为了耶稣的安葬做预备的。这是超过所有人可以想的。伯大尼的香膏是为了爱，是为了要遮掩所有罪人散发出的恶臭而摆上的香膏。如今进入受难周，我们要一起在耶稣基督里反省，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再看人的脸色，单单凭着信心与感动就献上我们的香膏？我们是不是愿意不计代价、不计任何代价的用伯大尼的香膏来遮掩我们彼此可能因着骄傲论断所散发的恶臭？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这进入受难周的这个时刻，我们真的要每一天好好的来反省自己的信仰。我们一起起立，要来唱这首诗歌。依着耶稣的爱，他找到了玛利亚，使玛利亚配得走进主的同在。如今主耶稣也找到了我们，好叫我们可以配得走进他的同在。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将我们的罪，将我们一生的生命的腐臭给挪去。主啊，我们谢谢你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与你连结，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散发基督馨香之气。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可以摆脱那些恶臭，可以重新发挥我们的香气。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从今到永远都散发着耶稣基督的香气。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感动，帮助你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散发着基督的香气，从今时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带着回家。愿大家可以带着喜乐、平安、恩典回家。拍手。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我们一起来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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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华语礼拜到这边结束，会后大家可以互相交谊请安，愿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下一周。